乾坤莫山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寨？又在山寨？烽火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我没想到王明德这个家奴这么坏，他们把我抓到红月楼后，我死活不从。后来他们又把我关在小阁楼里。姑娘，我这儿亏待不了你，不愁吃又不愁穿，我又不让你卖身去拉客，我只是让你呀好好的习琴练唱，为我这红月楼撑个门面。再说了，我花了1000两银子才把你给买来，我为什么呀？你好好想想吧。是啊是啊，好多姑娘想来都来不了呢。你想好了吗？这才乖呢，听话，四姨我认你做干女儿啊。哟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姑娘也早点休息吧啊。慢慢就习惯了啊。休息啊。你们2个给我守在这儿，盯住他。哎，是，四姨请。嗯，守好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是。
那边。哎，你们两个跟我来，这边走了啊。哎呦，管家，死活得给我抓回来！哎呦，我那1000两银子。后来，趁着天黑，我就逃了出来。要不，妹子，你孤身一人还真不容易啊。看来扬州是不能待了。你知道红月楼胡四爷是什么人？他和官府有数不清的瓜葛，逃过今天，也逃不过明天呢。哎，我想，能不能先让梅子到兴化乡下我表妹家里先躲一躲？王一姐，你不是说他爹是少爷的吝啬鬼吗？是啊，人家都管他叫王老抠。可我表妹是个明白人，我跟他商量一下是不成问题的，然后再给他一些银子，姨父也就不会深究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不要紧。我们这几个人呐，每天画一张画，卖的银子呀就够他吃饭的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每人每日送你一幅画。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好了，事不宜迟，那就赶紧动身吧。哎，等等，得给他换个装束。好，我去准备。快上船吧，快点，快点走，来，快点，来走，来，把东西搬上去，好，来，回去吧，哎，啊，保重啊，坐下，哎，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儿，快走吧，回去，哎，好。保重啊！回去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回去吧。哎，管家，你看那什么人呐，在船上。大惊小怪的，你没看见是一个书童和一个教书先生吗？哼，都仔细点。好。真不容易走3道了。哎，梅子，你看那个就是我表妹。表妹，表妹，表哥，真是你啊！哎，你是什么时候从京城回来的？啊，我刚回来，姨父不在吗？啊，看你吓的，他上城里买东西去了。啊，这位公子是？啊，好，姨父不在，咱们进屋说吧。哎呀，你看我都忘了。那走，咱们进屋吧。啊，好，快走，进屋说吧。来，慢点啊。哎，前面走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你前面走。哎，慢点。哎，好好好。走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。哎，小心点。啊，慢点。哎，好。哎，我来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哎，表妹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位啊，不是少爷，是小姐。
表哥，你这是？表妹，你听我说，据这个王明德所说，这个梅子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不可能逃出扬州城。你们城里找不到，就到乡下四处打听打听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司仪。就这样，那就只好请表妹帮忙了。放心吧，表哥，我会把她当亲妹子看的。哦，表妹，给你拿着这个。哎，不，表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，姨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咱们都知道，要不他会说闲话的。啊，那好。哦，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要不姨父该回来了。可不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吧。记住，我会常来看你的，尽量不要出这个门。要是出这个门呢，你就穿男儿装。这就对了，表妹，那就让你费心了。我走了啊，走了啊。你表哥真好。一姐，你挺喜欢你表哥的吧？李大人，臣李善叩见王爷。里边请，请。亲王爷召微臣来，有何吩咐啊？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想给扬州城的郑板桥送一封信去，你看如何呀？怎么，殿下真要把郑板桥招到京城里来？你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的？我要把郑板桥召进府里，他的青竹，我是越看越喜欢了啊！这边大人请。微臣想，亲王的话要是让郑板桥知道，他一定会很激动的。不仅是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皇上看了他的81幅青竹图后，有一天竟对我说：“想下江南去你们扬州看看。”好啊！大人请，大人请。你看，我把郑板桥的81幅图全拿来了。怎么样？来看看我为青竹图题作的诗句如何呀？殿下，您果真为这些话吟出诗来？当然，板桥这些画越看越让我敬佩。原本是当游戏而已，可现在是一天不看这青竹图，我这心呐就安静不下来。金大人请。殿下，臣金敏之叩见亲王。免礼免礼，金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请你和李大人一起帮我看看我为青竹图做的诗，请进。金大人，金大人，您看怎么样啊？殿下，说句真心话，臣下讨厌扬州人的字画。怎么，金大人出此微词，意欲为何呀？殿下，在下不敢多言，
郑板桥乃是无名之辈，不值得提他。金大人，那天您也到了碧云寺了，对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上说过，扬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。金大人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些画是郑板桥用3天时间画出来的。殿下，臣已经跟皇上说了，如此轻率，如何出的精品啊？虽说这笔功尚可，但是你看，这充其量也只是即兴而作。至少我看不出他师从何家。金大人既是这般说来，微臣倒要讨教了。取众派之长，自成一法，有何不可？李大人，你身为宫廷画师，宫廷推荐的画风是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尸骨泥骨，或无抵触之意。可是，你说呀，我看你是昏了头了，引着这些江湖艺人来蛊惑殿下。金大人，您抬举礼善了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还会恭请皇上预览这些画的。李善，我看你是羽毛丰满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怎么着？你们都跟我回去吧。是殿下，老臣告退。殿下，臣李善告退了。你慢走。殿下有何吩咐，微臣洗耳恭听。李大人，你不要听这老东西的胡说八道，他只不过是仗着皇上的屁音，口出狂言罢了。你给我说说，郑板桥他会听我的吗？你笑个什么？殿下，您想想，那郑板桥要是来做您的幕僚，他还能画出这些竹子吗？殿下。哦。娘叫你吃饭了。这竹子里有什么东西啊？你老是看呀看的。你不懂，长大就明白了。哦，竹子上有只鸟。青竹摇一摇，咕咕2、3声，寒舍小顽童，竟是惊鸟人，妙啊！哎呀，叫你吃饭你倒好，那个竹子能当饭吃啊？就是。好了好了，这就好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娘子啊，这个画啊，就要看怎么说了。你看，明日往街上这么一摆，就是几两银子到手了。你说他能不当饭吃吗？啊？哎呀，这里可是郑板桥的家呀？啊，我就是啊。有你的信，从京城来的。哦，来了。从京城来的信。啊，谢谢你了，害得我找遍了整个扬州城。哎呀，辛苦辛苦。不，您慢走啊。没事。哎。跟朝廷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呢。哎呀，真想不到啊，会是他。谁呀？
哎呀，千岁殿下呀，他怎么会给我来信呢？千岁殿下，他信上怎么说的？啊，他说很欣赏我的画，让我再去京城。是吗？会有这样的好事？哎，那你想去吗？如果我要是真的去了京城，那我还是扬州的郑板桥吗？也不知道你那个穷表哥从京城带回来一个什么样的姑娘，不清不白的。哎，你看看，就这么点银子，够什么用啊？爹，你小点声不行吗？瞎猜些什么呀？人家是大户人家，将来亏不了您。再说，我表哥说了，等这几天卖了画，就给您送银子。哎，你表哥还来不来缠你啊？我表哥从来没缠过我，是我喜欢他。哼，你呀，没脸没皮的，好端端的一个大姑娘，什么有钱的人找不到，非要跟一个穷画师。你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是有老婆有儿子的，你没看见？那又怎么样？他画品好，人品好，除非呀，你给女儿找个跟表哥一模一样的，我才嫁。哼！小梅呀，我去集市上卖点菜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我走了啊，路上小心点。哎，早点回来。哎。哎，那儿有个女的。像，哦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啊，是他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梅子，梅子，一姐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把菜呀托给熟人卖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
刚才啊，来了2个男人，就站在那儿，可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。什么人呢？我没看清。梅子，你还是赶紧进屋去吧，以后啊少出来为好。哎，让我把担子挑回去。去吧，衣服我来晒。管家，这女子也不错。你快去告诉司仪，我们在这看着。快去呀！好。哦，你们没有看错？我看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会看错，您放心吧。啊，住在王老抠家。另外一个小美女是王老抠的女儿，这个小女子啊，她长得也不错。少废话，赶快把梅子给我抓回来。是，司仪。哎，多带点人去。快走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管家，轿子来了，快点抓人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于姐，真的是这样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啊。钟小梅，哎，就是他，杀！哦，快点，给我抓下来！放开我！你们放过他！你们陪我抓人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看见没有？1000两银子买的，你赔得起吗？啊？不行！王明德，你这条狗！小姐，我再也不是你们家奴才了啊！哼，回见。你这条狗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俩给我通通的带走！快点，快带走！带走！走！快来！放开我！狗吧你！闭上嘴！混蛋！叫你们抓梅子，你们把王姨姐给我抓来干什么？啊！你们知道不知道他爹是有名的闹事鬼？你们给我红叶楼添乱是不是？啊！司仪饶命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也是为司仪着想啊。为我着想个屁！哼，那王姨姐，她的表哥是郑板桥，我要是收留了他，这院子还能安宁吗？司仪，听小的说啊，扬州马桶判大人到处托人找小妾，还没有人选。郑板桥的表妹，司仪不敢要，他马三贵敢要啊。司仪，如今有人告你明办歌房，暗为妓院，那马通判要是真找您的茬儿，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司仪，刘哥说的对，你好好掂量掂量吧。哎呀，别生气呀，姨姐，这是一个误会，别生气。哎呀，姨姐呀，都怪我手下的没长眼，把姨姐给抓来了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哎呀，这点银子是四姨的一点心意呀。王姑娘长得多水灵啊，人见人爱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呸，鬼才会到你这种脏地方来。哎，哼。四姨在这儿呢。哟，梅子姑娘，终于把你给找回来了，这可是你的福气呀！你想想，你成天走东串西的，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。再说了，你成天跟你那个穷叔叔鬼混，那能有出头之日吗？
谁说他是我的叔叔？他只是我的，他不是你叔叔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？这么说，你们俩是合着伙的来坑老娘的狗男女呀？你一定跟他睡过觉。呸！你才和他睡过，不要脸！你，阿根在，把他的衣服扒了。表哥，表哥，嫂子，我表哥呢？你表哥去学堂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那个钟小梅被红月楼的人抓回去了啊！他在学堂，你赶快去找他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关关雎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下面讲一下头2句的意思。这关关呢，就是鸟鸣叫的声音；雎鸠呢，就是这个鸟的名字。就是说有鸟在河边鸣叫，啊，窈窕淑女呢，就是那美丽漂亮的女子；君子好逑，就是说思念的君子呢，去追求他所爱慕的女子。啊，先生，好逑吧，是不是要和他亲嘴儿啊？放肆！你们笑什么？朽木不可雕也。把手伸过来，伸过来，伸远一点。今天啊，让他们一人打你一下，把你的手啊打了，看你长不长记性。过来，都过来！我看你还敢不敢啊！你们都排成队打，一个一个的打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快打！先打我，给我，我也打！什么事儿？那边说。给我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快说！钟小梅让红月楼的人给抓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今天上午，我刚从红月楼跑出来的。哎呀，快走，快！停！你还跑不跑了？说话呀！你还跑不跑了？你要是还不说，我就把你送到官府里去，告你一个私娼的罪名。小梅，记住了，任何时候不能透露你是侵犯之女，否则谁也不敢帮你的忙啊。说呀！我说，我不跑了。哎呦，梅子姑娘，你要早这么说，四姨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呢？快送马，送马，快送马！哎，送马！哎呦，你穿上吧，快！哎，穿上。真是人心叵测呀！没想到王明德竟是个见利忘义之人。往后梅子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梅子姑娘，四姨一看见你呀，就打心眼里喜欢你，四姨就认你做干女儿吧。哎呀，梅子，你就喊我一声娘吧，啊，叫啊，梅子，叫啊，叫啊。哎呀，梅子姑娘，来，吃个苹果吧，拿着。哎，吃，快吃！管家，快带梅子姑娘到后面梳洗打扮去。姑娘，快走吧。
堂堂的5个男子，竟救护不了一个小姑娘，休哉，休哉呀！哎，我们何不去玲珑山馆，请马氏兄弟出面帮帮忙啊？哎，说的是啊，怎么把他们哥俩给忘了呢？他们哥俩有银子，而且在扬州还有影响。如果咱们出面找他们哥俩，他们不会不给这个面子。这帮强盗！红月楼的胡四姨可是个软硬不吃的人。他结交官府的人又多，这小梅姑娘的父亲是个罪臣，身份还不能暴露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这姑娘无依无靠的，我们见死不救，于心不忍呢。啊，红月楼是花了1000两银子把小梅买来的，所以这事儿只有求你们2位兄弟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马家兄弟当所不辞。对。哈，2位，我们也商量了一下，只有求你们出面，才能把小梅姑娘赎出来，花多少银两都行，我们都愿意啊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请看，这是我们带来的一部分画。如果这些还不够抵押，所欠下的部分，我们就再联合一些画友，用所做的画来做抵押，用卖画的银子来偿还。你们绕了半天，就是为了说这些话。你们把我们马氏兄弟当成什么人了？莫非我们之间的关系连陌路人都不如？别，千万别动气儿。这个姑娘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凭什么操这份心呢？这是一。其二呢，藏匿罪臣之女，万一出了差池，那就是见官的事了。我们几位不愿意2位莫名其妙的卷进来，所以所以你们就给我们来这手，就是我哥说的对，脸若血骨，这是天下有良心的人都会做的事，我们马氏兄弟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岳禄到库房去支取1万两银票来。是。这事儿啊，还得我亲自出面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由我弟弟去周旋。你们兄弟如此慷慨，我等日后定要报答。这事啊，得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你是做我的家人呢，还是做我的表兄弟？哦，板桥天生就是做家人的材料啊！回家。哎呦，马大人，稀客，好久不见！里面请。好。快带去见四姨。请。2位爷请。2位爷慢走，小的这就叫管家来伺候您们。你们四姨在不在家呀？在。我们要见的是四姨，管家长的那个德行，谁要见呢？是，小的就去叫。倒是够排场的。是啊，那是当然啊。四姨，他们就在里面。哎呦，那阵风把马大人给吹来了，上茶，快上茶！哎呀，稀客呀，真是稀客呀！快坐，快请坐，快坐。哎呦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的表兄弟。哎呦，瞧
瞧你们马家人，要财有财，要貌有貌。哎呀，快坐，快坐。快坐呀！听说四姨买了个标致的卖唱姑娘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哎呦，马大人可真有你的！哎呦，茶来了，茶来了，请用茶。先生请。马大人，您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你认了就行。对马某，四姨看来还是不肯给面子。哎呦，瞧，马大人说哪儿去了？咱们是谁跟谁呀？要是没有你马大人捧场，我这红月楼能有多大的奔头啊？怎么，我这花儿刚一到手，你就想来采蜜了？不，没那个意思。不过我马某有件事情想请四姨帮忙，不知。哎呀，你马大人呐，我这小户人家能帮你这大老板什么忙啊？我这个兄弟呢，是做书画生意的，他想在城里开个书画门面。这女佣呢，当然想找个体面点的，哟，马老板是不是想在我新买的姑娘身上打主意呀？哎呀，四姨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呐！既然你明白了，我们就直话直说。您的意思是多少？你开个价。不行，不卖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这可是两厢都得意的买卖啊！你出多少银子，我也不卖。马老板，你也得替我想想啊！现在昌业都不能办了，你说我这么大的家当，我靠什么支撑着呀？我要是没两个像样的歌女，那你说还不得3天2头的叫我关门歇业呀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雨打风吹不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